嚟到 A 記我要中六合彩嘅時候啦。其實香港人有邊個 moment 係唔想中六合彩㗎？所以我哋 A 記特登邀請咗幾位嘉賓，同大家預測下六合彩心水號碼，希望幫到大家啊嘛。事不宜遲，即刻睇下今期六合彩嘅資料。而家有請幾位嘉賓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心水號碼。大家好，我係張開旺，想贏當然靠心水啦。今期開旺號碼係34號同39號。大家好，我係謝威，預測六合彩時間又到啦。謝威今次所預測嘅號碼有32號、42號。你好，我係黃志永師傅。今日係金多寶嘅日子，希望我嘅心水號碼可以幫到你啦。第一個號碼係13號，第二個號碼係23號。祝大家好運。以上嘅資料都係嘉賓嘅個人心水，你哋又點睇呢？祝大家好運！